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轻度风台杨柳明仔载中昼恐惊的增强做中度风台，拜三对华人台东登陆，东部、南部及中部会透风落雨。空军专机对一个姓林的飞官违规翕相，外露总统赖清德专机的行程，上一部只检束18天处罚，引起批评。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攻击，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有4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甲工作人员。来关心轻度风台杨柳上新的动态哦。气象署表示讲，风台往台湾的东海岸移动有增强的趋势，无排除会加做中度风台。那落沙无变，上紧今仔半暝到明仔载透早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中昼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三风台有机会对花莲台东登陆，同一天会离开台湾。拜三后全台湾拢会落雨，拜四风雨就会较细咯。轻度风台杨柳拜一伫台北东南东风，气象署表示，风台当咧继续向西边方向行，而且风台速度明显加速。气象署无排除正做中度风台，预估上紧拜一暗时发布海上警报，拜三伫咧花莲台东这搭登陆。杨柳台风它的结构是比较小、比较结实的这样子的台风结构，所以它在靠近的过程当中呢，会对比较登陆的这块区域，特别是东半部地区、花东地区，造成比较明显的风跟雨的影响。也那落雨的部分，拜一影响无大。气象署表示，敢若北台湾伫咧过昼了后会有雷公雨，拜二暗时开始，风台影响基隆东半部山区，会渐渐出现一寡雨。风台拍算伫咧拜三登陆，气象署提醒基南以南、花莲、台东以及嘉义和南部地区，拢会出现超大豪雨和强阵风，到时恐惊会变作重灾区。花东还有南部的山区，我们有预估到，甚至可以来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比豪雨还要高的这个降雨，有可能会出现。那由于花莲跟南部地区呢，其实包含地震、包含上次的豪雨，都是比较明显的灾区，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天的降雨，而且还伴随着强风现象，随着台风的登陆。气象署表示，这届风台行真紧，嘛走真紧。预估拜三中昼正正登陆，下晡到暗时这段时间就会离开台湾，向中国去。气象署提醒东部和南部的民众要量早做好风台的准备。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台东的大白石溪，佮有牛油果，甲一寡柑仔柳丁哦，就伫要会当收成咯。烦恼讲会有风台佮要来咯，农民哦早起是赶紧来收整这个果子树，通收的就赶紧先收的，望讲会当来减少损失。台东地区早起抑个出日头天气袂歹，不过这个大白石溪果子园已经请人来检收果子树的树基，则袂到时风一透，会甲抑个伫咧树仔顶较细粒也未采收的果子扣着伤。树仔顶差不多抑个1/3的石溪，若挽来较大粒的，趁着路抑个会通，赶紧装箱再去市场拍卖。即马个话有要开会嘛会拍着啊，拍着你如通请啊，应该加价，安尼较毋要损失遐济。较袂倒涨的遐济安尼。农业部台东农业改良场已经发通知提醒农民来注意石溪、扩梨啊、加柑仔类水果，抑个金针，提醒农民提早收机，或者时间已经会当采收的农作物先挽来，减少损失。那可以采收的尽量尽早采收哦，免得到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没有办法采收，或者是道路中断没办法运下来哈，这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杨柳风台愈来愈晚，客轮业者决定南势航线12到13停航，一那绿岛航线12过头了到13停航，请离岛的游客要注意准班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底落大水后，云林县口湖乡有真侪太阳能发电的所在哦，拢积水，和民众是真怨叹。民意代表嘛批评业者拢无处理，即马又有风台要来咯，安全甲卫生哦恐惊会出问题。县政府表示讲会来赶紧来展开联合稽查，嘛会来要求业者要赶紧来处理积水。太阳能板下骹的农产饮水，云林县口湖乡有真侪地势较低的农产余温。做好太阳能供电业者种电，因过电量落雨了，饮水生真侪网虫。最近伫咧顶湖村一个暗场，自7日8大水河到即马，水拢无退，影响村民出入。啊，而落雨就水就足济啦，啊，拢无水路通出去啊，一个阿嬷90几岁啊，住伫内底啦。啊，算讲吼，无法度通出去啦，啊，若了落雨就是走去因兜去，啊，这条路嘛算讲吼，淹足大个。爱滴落沙，哦，
互阮大家出入会方便。啊，这种情形吼，我请有关单位为了人道注意在乎。当地民代讲，口湖乡有真侪光电暗场，若是拄着落雨淹水，拢是靠日头拍打。不过7日8大水好了，有真侪所在却变做跳水池，工作要求厂商处理。不过有一寡业者是凊彩应付尔。对此，云林县政府讲会派相关单位去现场稽查。案场经过多天之后，积水能不退哈？那大概我们会稽查。相关的积水排水路是不是有问题？那这个积水对环境卫生方面是不是会造成相关的影响？云林县政府建设处讲，已经通知业者要赶紧处理改善积水的问题。建设处会甲公所去看乡内所有暗场现主时的情形，针对排水水路也有环境的卫生进行稽查，若是有无符合规定的，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7点左右，台中市北屯区的崇德六路甲林滨街口有一台轿车甲奥多麦相撞哦，奥多麦驾驶不幸死亡，轿车的驾驶佮乘客拢落跑。警方嘛已经通知驾驶到案来说明。另外，伫台中的沙勒，昨暗有一个70岁的妇人人过车路，互车弄死。轿车甲机车经过这路口，暗过技术拢无减速，发生严重冲撞，力头有够大，技术被弄飞伫涂骹送去重伤救无转来。现场零件落个规涂骹，警方到场处理，暗过吊水车已经拢看无人。就往这个方向，下来几个人啊？大约5个人。他跟他借啊。细汉车主赶到现场，暗过伊是将车借互朋友，实际赛车伊讲甲车顶的乘客全部都伫现场。11早起7点左右，台中市北屯区崇德六路甲人滨街口发生车祸。警方表示，这路口无太阳灯，迄时阵67岁姓叶的技师，因崇德六路直行甲直行的自小客车冲撞。事后警方也通知肇事的驾驶到案。肇事后离开的部分有驾驶及乘客，但人数的部分还在继续查证中。台中市的沙鹿早早暗时发生死亡车祸，细汉查甫人驶自小汽车经过中清路7段的时阵，弄到要过车路的70岁姓胡的妇人人，妇人人送医抢救，伊挽救无转来。警方调查，妇人人是参加旅游了后，伫这所在落车，就直接过车路，这路口无斑马线。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造成何女头部及四肢多处撞击伤，应该可以。那可以的原因是在于它那个前后的行穿线已经离得太远。所以有允许说在前后行穿线离得太远的时候，行人可以这样穿。离车祸地点1.4公里的外口才有斑马线。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无斑马线路口过路人应注意车流的前提之下来过。不过，迄时阵是暗时视线无好，会令人为游览车的车头过车路，也互驾驶无法度看到，会造成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警方前几日的临检的时阵哦，所有一台车坐伫后座的3个人，车一停落来，人就赶紧绕跑哦。边仔有2个民众斗相共掠着2个人，警方嘛发现讲，这3个哦，拢是失联的移工，是惊讲互掠起来才会绕跑。好，你左边停一下，左边，切进来，进来。要求司机将车往右边停，无一个啊后边的3个查甫人开车门是走出去，警方怀疑是失联的移工，随去掠人，其中一个人被伫草垛内底顺利掠到，另外一边追捕过程确实真惊险。我们要过去盘查的时候，他就后面车门打开，3个就全部往不同的方向跑了。外送员他就很主动的去帮我忙，先追到这个歹徒，但是不小心就是撞到他的机车。一个拄要来台北接单4单的外送员，见义勇为加入围猎，顺利入着人。要接做警卫的姓齐的查甫人，在4-5中队长入着，不过混乱中弄到外送员的机车，姓齐的查甫人手骨头断去受伤，开刀了后暂时不要紧。到处保障，其中一位就是往我这个方向，然后警员也在追逐，追到跌倒，我就是看到之后赶快去帮忙，然后帮他追到，那是不是会危害到其他人民？经查5名外籍人士，其中2人逾期居留，2人持合法证件，还有1人逃逸中，将持续追查。本来以为有一个人逃走，警方全力来追猎。
根据劳动部统计，到今年6月，失去联络移工超过93000人。除了这移民数以外，警方也加强来查缉。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逢甲夜市有一间叶红仔鸡台的店，7早起有红放火，火是真紧就拍花，有3台鸡台烧歹哦。附近就是逢甲大学甲徛街区，所以大家拢真紧张。警方嘛已经透过监视器锁定一个27岁姓柯的查甫人，以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画面翕到穿乌衫的查甫人，亲像提来打，拍算要点到手中的物件。过无偌久，娃娃机台都火烧起来，查甫人随骑机车离开。7早起8点左右，台中市西屯区文化路的一个商城的叶红仔机，互人放火，火势真紧就互拍花，无人伤亡。最后有3个机台受损，管委会甲其他业者拢谴责这款行为。还是无好现象啊！这种行为袂使互人来做就对。对公安是对的。本来就有游戏规则，对啊，如果你为了那个10元就做犯法的事，会有那种恐惧之类的。红放火娃娃机台也放伫现场，内底部分的商品已经互烧害，娃娃机业者暂时无对外回应。这个开放式的商城，就位伫逢甲夜市，外近逢甲大厦甲上天福居民的大平新城。火灾行动附近的住户，警方是介入调查，发现27岁姓柯查甫人小无当嫌。你看这些建筑物都是那么接近啊，那个火势本来就是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嘿，对呀，会啊。许姓男子设有重嫌，所以派员前往通知到案。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第6分局事后通知姓柯查甫人到案说明，伊家己讲是无细字，点着边的纸箱啊，也毋过对动机甲手中点到什么款的物件拢无交代。专案由原以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的埔仔店过180档哦，搁再办王孙桥，昨昏伫渔光岛烧王船，伫上方仪式了后，活动圆满煞过咯。也毋过，昨下晡交背景伫海岸路施桥的时有叫板哦，因为插队嘛引起冲突。也毋过，经过协调，误会已经化解咯。警察大声喊较冷静的，桥班人员相并同款喊甲嬉戏叫，甚至佫有人起脚动手，场面非常乱。七十府城埔仔店破坏王船出巡，下晡新桥安座国交背景伫海岸路施桥，无意外发生桥班人员因为插翻事件发生冲突。经过了解，插翻是开交背景总会时公开抽签，哪像是游戏规则，有固定的顺序，袂使插队，嘛因为安尼先相并弯起来，庙方讲这是小可误会，拢处理圆满啊。有一边的头人因为喝醉了，而且就是他们想要先参美节才先转去，所以就是要插翻，对方无同意啊。听讲在讲的时阵，两边讲了无拄好。本分局员警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控制现场，并将相关涉案人员依刑法剧中都罪嫌带回侦办。让180档埔仔店照顾咧办王孙桥，将烧化向天上王爷顺手，替地方消灾。不离个王船日前出旁，主驾安平时，庙方煞指控有文书学者乌白讲无王孙桥。庙方强调，以人类宗教学来讲，因180档是以60年一架子，3个架子180档来算。过去伫清朝嘛有记录，另外嘛有请教侪研究王孙桥的专家。因讲宣战是要甲这件代志头尾讲好清楚。感恩大家，真正感恩大家啊！我都能做这工课。王孙桥，内底顺序顺王孙桥，绝对有这物件。讲无的人，我希望你来我会识的。不过王孙桥这个科技，确实是咱的坡内底确实真有。对比一档外王孙桥总算圆满成功。庙方讲，即届无论是因家己交背景，也是无私奉献的志工，大家拢尽心尽力咧做，即卖为历史留下一笔记录。伊希望外界莫去讲这无影无食的代志。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再来看传出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的空军专机队一个涉任的飞官违法用手机甲总统专机特工的任务表团体一寡毋是公务的群组有涉密的嫌疑。上级部是发这飞官检束18天，就是伫歇困立伫爱伫营区内底自我反省18天哦。也毋过军中都有人批评讲，这款处罚伤轻哦，无公平。空军司令部是回应指出讲，这案是113年5月发生的代志，嘛已经按行政程序完成处罚了。过去就是虎口5号行政专机空军专机队，专接执行包含总统等政府首长甲国军高阶将领行政专机的任务。不过，却传出一涉任的上尉飞官违规协，含副总统专机任务甲负责维安的升空机数列单，佮传到非公务群组技术涉密。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安，那甚至是包含元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影响。那我是希望说，国防部一定要彻查到底，行政调查、司法调查都必须要去追究，绝对不可以宽待。因为传出上级部干那检束18日的处罚引起群众内部批评处罚无公平声音，空军回应代志发生在去年5月，在今年5月接到反映，马上由相关部门完成案件调查，已经照国军交通安全总体规定来处罚。未来保防交通等部门会无定期到单位实施保护警保密督检。这个泄露的时机是持续的话，那不好意思哦，那很可能外界就会论断说你是另有所图了。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及时的资讯。说真的，他们还真的可以发动所谓的斩首作战。专家认为，敌军虽然应透过卫星等方式整合咱的相关机队等资讯，不过真歹确认亲像是起飞的精准时间等，那相关性质外泄，会互敌军掌握上重要及时动态，进一步有执行斩首任务等行动机会，向惊危及国家安全，呼吁国军爱重视相关的缺失。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党主席特别解散了，台中市长罗秀燕澳洲访问结束，今仔透早回国，也毋过伊并无回应党主席该解散的代志哦。只强调讲，这礼拜上重要的就是有访台要来咯。另外，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嘛表态讲，伊会参加新北市长的选举哦，嘛讲在野党会当做伙来推出上强的人选。国民党主席特别解散，党内主要角色一定方点名，其中互相相关的台中市长罗秀燕，说传出无考虑参选，会维持当初的想法，将市长做好做满。我想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尤其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访台。这个洋流台风它本身非常的强劲，而且呢，目前方向是对着台湾而来所以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回。罗秀燕回答只低调回应党主席选举问题，真正传出罗秀燕唯一顾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表态，爱等侯友宜态度明朗，摆脱后路竞争，才会对外说明。另外，党内竞选包括侯友宜、台北市长周万安、见到拿发起人刘孝康也拢很看好。每个人现阶段把握当下，以及拍拼，那各自岗位已经为人民来做代志。这个每个人政治角色不一样，政治任务也不一样，好，所以我想大家都各有想法。但我觉得现在讲恐怕也为时尚早嘛，好，这不妨沉淀一下。另外一个战场，2026年县市长选举要回有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会到新北市长选战。洗任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啊，所以我才说你的位置是什么？第一个着眼的当然是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啊。我说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项，这个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会投入这场选举，会新北市长选举是。黄国昌强调，接落来更加重要的战斗会议是摕到行政权，家己一直保持善意加诚意，唔要摆脱在野强推上强竞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表示讲，为着要解救人质咯，以色列会以上紧的速度发动攻击，要来毁掉哈马斯，摕到加沙控制权。昨以色列军队佮对加沙发动攻击，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有4个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甲工作人员。Yes, 4 Al Jazeera journalists have been murdered in a targeted Israeli strike. 情绪激动的亲友为着威胁甲这波攻击幸存者，真久无法度平复。车站以色列对加沙市东部西法病院附近的一个布棚发动攻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4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甲工作人员。以色列方面讲，死者当中的夏利夫不是记者，是哈马斯一个小组的带头人。
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顶个月夏利夫遭到以色列军队锁定，在伊可能有生命危险，一直互保护记者委员会、家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专家等机构，要求以色列提出对夏利夫指控的实际证据。就在国际社会谴责声音愈来愈悬的时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七十有关宣布，真紧就要对加沙发动新一波的攻势。加沙南部边境已经出现以色列军队的战车甲地面的部队。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war and the best way to end it speedily. 纳坦雅胡的全面接管加沙言论出来，几个周末为欧洲、英国、德国、西班牙、加希腊、南美洲的智利、甲欧亚交界土耳其，甚至以色列国内拢发起反议示威。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周末邀请各国代表对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战参详对策。The latest deci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risks igniting another horrific chapter in this conflict, with potential consequences beyond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目前做协调人的埃及甲卡达嚟建议一份新的停火协议。美国中东特使维科夫也希望引用停火换哈马斯手头有关乎50名以色列人质。第拜日以哈战争进入674日的这个时阵，各方赶紧速度，想要挽救尤其个限制绝境的加沙。公司新闻洪如梅评测。土耳其伫初10暗时8点左右发现规模6.1的大地震，震央是伫西部一个庄头，深度只有11公里，大约是有10外栋厝倒去哦，有民众掉伫内底，已经救出4、5个人，目前死伤的状况佫无了解。这位被逮到的民众正紧就被救出，这栋建筑物规个倒来，内面还佫偌侪人，因的情形如何也唔知。另外一栋建筑物也倒来，涂骹有真侪大型的石头堆甲砖仔架。伫土耳其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初10暗7点53分发现规模6.1的地震。震央伫咧森德格顶，伫咧伊斯坦堡北边200公里的所在，拢感受到地震。Bütün çocuklar çok korktu. Ben yolda geçerken cam Daha hiç böyle sallanmaya Balıkesir'de böyle bir deprem hissetmemiştik. Yani çok şiddetli bir deprem oldu. Herkes dışarıda şu anda korku içerisinde. İnşallah tekrarı olmaz. 这边地震加10几栋建筑物又加倒去，内政部长叶利卡也讲，震央森德格镇有真侪人被逮掉了救出，救援另外还佫继续伫咧抢救。伫咧附近的格尔居克村也有几座栋厝倒来，村内有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也倒来。土耳其灾害甲应变管理处表示，这边地震了，如果发生几多遍地震，包括一遍规模4.6的地震尾，当局叫民众莫阁入去受损的建筑物。土耳其伫2023年就发生规模7.8的强烈地震，迄当阵伫咧南部也个东南部的几个省份，造成53000人死亡，几十万栋厝受损。迄当阵边海国家叙利亚北部也有6000人不幸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昨表示讲哦，拜一会来召开甲暴力犯罪相关的记者会，准备要甲华府游民甲罪犯哦拢关起来。也毋过相关的法律是爱个厘清。民主党的华府特区的市长鲍塞是提出数据，指出讲华府的犯罪率咯，甲去年比起来无增加，颠倒是减少的。伫北京外口会当看到美国总统川普车走伫内底甲人讲话，外口当有工作人员咧清理外壁。川普若讲话，若一直向外口看。虽然民主党籍的华府特区市长鲍塞提出数据，2025年前7个月的华府暴力犯罪比去年同期降26%，整体犯罪率降大约7%，强调保证犯罪无增加。川普迄日伫真实社群大文，游民爱随搬走，阮会互你所在大，也毋过爱离开首都。罪犯你毋免搬走，阮会将你送入你应该去的监狱。表示华盛顿特区的改变真紧就会发生，因为伊会将注意力放伫首都的犯罪问题上。北京拒绝解释川普是用倒一条法律将人民赶出特区。这位共和党总统伫华府只管会着联邦土地甲建筑。川普表示会伫在112召开记者会，阻止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目前也无清楚到时阵伊敢是会公布更较侪区域的计划细节。华府特区市长鲍塞表示，特区并无出现犯罪潮，强调确实伫2023年捌出现过犯罪案件增加情况，因过过去2年努力已经互暴力事件降到30年来上低。
佮表示，几礼拜前伊到华府伫川普的办公室会面了后，川普真清楚，这个市甲联邦执法单位的合作情况。一名北京官员在礼拜五表示，这位川普政府少年的幕僚遭到暴力袭击，互川普真生气，所以伫特区部署更加侪联邦执法人员。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美国要扣台湾20%的对顶关税，还阁加上原本的关税税率咯。世界界希望中央会当完整来说明。中间的院长林宪民是表示讲哦，对顶关税一般的原则拢是针对原本的关税，搁再另外给加起来。伊讲哦，像韩国要对美国投资3500亿的美金哦，拢还阁另外加咯。也毋过哦，因为台湾搁在谈判，伊嘛相信讲谈判团队会阁继续来争取。美国对顶关税已经按初期中到12点正式实施。经过确认，台湾除了20%的暂时性税率以外，还会加上原本最惠国的税率，实际税率可能超过20%。业者希望对着实际税率，中央应该有完整的说明。不过针对关税贴价，学界讲无意外。中经院长连宪民讲，关税无贴价是例外，敢若欧盟甲日本伫谈判时成功，甲无贴价条款下入去。台湾谈判也未完成，当然是适用原则，无适用例外。欧盟跟日本的那个经验上来看，对美国的投资大概从5500亿到6000亿之间，具体能够谈到那个境界的代价有多高？这个代价如果太高的话，台湾社会愿不愿意接受？国会审议的时候会不会有变数？那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行政院经贸办嘛伫最近回应讲，早伫4月初4的记者会，敢报道清楚讲，美国的行政命令外销美国的产品适用的关税是伫原本的税率，搁再加对顶关税。确实是在4月4号的第一次记者会就已经清楚地向社会各界来说明。但如果社会仍有不明白的地方，行政部门想方设法在强化资讯，这是行政部门的工作。轻描淡写的告诉大家，4月就告诉大家啦，好像大家为什么要去质疑政府这样轻率黑箱的态度，让人实在是难以接受。外界强调讲，资讯要讲好清楚。学者建议讲，针对受到关税冲击较大的产业，尤其是外销美国的传统产业，中央应该甲支持协助产业会当转型升级。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仔开始开2天的董事会，国发会主委嘛是台积电董事刘建清，进前是表示讲，董事会会来说明2奈米设备的案情。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台积电会阁投资美国2000亿美金，比台积电之前宣布的1650亿阁较济。台积电敢是阁会来增加投资咧？外界嘛真关心。台积电董事会自10月开始要开2天，国发会主委也是台积电董事会刘建清，进前讲台积电董事会会说明2奈米的案情，因为这边牵涉台积电2奈米制程设备案的工程师，其中3位是清华大学校友，所以产业界甲教育界拢真注意。这次发生这种事情，清华我觉得不要回避啦，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有病就治嘛。好，没病就防嘛。可是有毛病不要回避，也不要说他毕业了哈就没有 comment， 没有不予置评。顶礼拜五，台积电的股价因为可能会得到美国后边半导体关税，带动台股攻击力24000点。不过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对顶关税是采用贴价方式，和11的台股开价行价，开盘跌破24000点。台积电早盘也捌跌10点，盘中盘有卡收，股价弱势变红，带动台股由乌变红。董事会也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宣布，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对美金1650亿增加到2000亿。接下来的16A、14A 应该也都还是领先啊。而这些先进制程一出来之后呢，美国一定会要求台积电去设厂了。这就是为什么实务上有没有可能再加350亿美金？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啊。专家分析，以台积电来讲，要加投资350亿美金，一个伫咧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台积电是讲将会伫12董事会结束了发新闻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新疆关怀协会向指控讲假公益、真诈骗。士林地检署查到讲协会理事长对2019年开始，就以公益的名义无超过2亿的善款，也毋过只有1000多万用来做公益，其他的钱拢摕来买厝、买车、买股票。检方今仔是起诉理事长甲2个共犯。
指导因嘛集体做运动，要一对一量身课程训练。TDCA 心脏关怀协会翕真侪影片，积极对外募款，讲是弱势关怀提高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品质。希望有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可以支持，或者是有公司行号愿意长期的支持我们，让他们更健康，然后快乐的跟一般人一样活下去。表明款开做爱心维修所受限制兼风调查协会现代理事长，连手叶先生线小10人，甲叶先生的前半度小妹，一家3人用公益名义，为自2019年开始的6年时间，摕到超过2亿善款，暗过大部分的钱留在私人的落地啊，真正用在公益，干那1032万。正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164条第1项之常令人犯、第339条之4第1项第3款之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这一家伙仔所用的送去的管的钱，用来买车、买厝、买股票，生活过个真车花。经过检方4个月侦办，查出因的不法行为也包含涉嫌向银行诈贷等等。今马专案警察中结树林地检署11照公益侵占、诈欺处财、背信等罪嫌，将3人起诉。很抱歉，这个号码已暂停使用。打电话给协会总机已经暂停使用，并且社群大本也停伫今年4月。这协会被搜查了就无更新，涉嫌滥用爱心权起诉了，在爱3被告也被1审怀疑，会个开庭审理是毋是继续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有环保团体今仔指出，讲有台电内部人员提供资料，指控台电针对协和电厂土木污染的调查，甲过去的调查比起来新增加11个污染超过标准的地点，呼吁台电得爱承认污染的事实，嘛要求基隆市政府得爱公告土木管制区。市政府是表示讲会依照规定公告协和电厂是污染控制的场址，嘛要求讲得爱提出污染控制的计划。大声喊口号，要求基隆市政府爱关心民众的健康，公布台电协会的场址土木污染状况。环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强调台电协会4接开发案虽然伫争议声中通过环评，不过根据台电分别的人所提供的资料。台电的场址土木污染自主调查，和早前的资料比较，新增加11个污染超标点，亲像废水处理厂就新增加5个点，呼吁台电来承认污染的事实。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协和协和电厂高达60公顷的面积当中，一定是有高度比例，其实都是进行受到严重的土壤污染。台电现在对于自己内部的调查，它是高度机密，它是就是很怕外流，很怕别人知道。可是我们认为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污染不只影响你台电，污染有可能影响到基隆的市民，影响到国民健康。环保团体认为，基隆市长谢国良北强调讲，要组织市府的专案小组严格监督。结果市府抽检9个点，有3个点的土木污染超标，明明污染严重，台电却伫环评内底用1个点证明无污染，推论规个厂区拢无污染，安尼差伤多，呼吁市政府爱依法行政，甲场址公告做土壤管制区。用市政府的环保局都有进来嘛，所以我们是根据主管机关还有地方政府他们检测的结果，那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些应用的措施，我们会去配合啊。台电回应讲，台电就全力配合主管机关照调查结果所做相应的指示。市政府强调讲，检测了确认超过土壤污染管制标准，会照土污法的规定，公告协和发电厂是污染控制场址，要求提出污染控制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办第4档的基点风吹节，前2天有10万人次参观当地嘛进行交通管制，上严格时只有基点的民众会当驶车入去，因为一台车检查通行证所以嘛造成塞车。市政府观光局是强调讲，这是为着要保障基点民众通行，所以拢看人潮的坐少来机动管制。好扯了，你这样回转呢？基点道路头前，人哭到几连，连当地居民拢讲无看过遮尔离谱的景象。日时也到暗时，基点老街约伫真侪观光客，为的就是这寡炎热的风吹。基点风吹节今年进入第4年，当地居民不办活动期间，伫重要路段设点，半早基点居民的身份造成沿路大塞车。叫我要往回开，我跟他讲我是旗津人，到贝壳馆的时候又要叫我往回开。然后我再跟他讲，我是旗津人，不方便就是
那个窗户打下来啊。如果塞车的话，其实塞车真的是很麻烦啊，因为我们骑机只有一条路。明代也积极无应该，毕竟风吹节活动已经第4年，所以也找不出有效的管控方案。加上后礼拜也有2个活动呼吁起步调整。为了保障旗津居民权益，由现场的员警询问是否为旗津居民，只需告知是当地居民即可放行。高雄市政府应该要研拟一个好的政策，譬如说用通行证，让旗津的居民可以不需要每次停下来做拦检。市府回应顶礼拜六活动，隆重集集10万人，现场分4阶段管制，看情况调整。礼拜日下到4点，因为人伤济，启动全岛管制。不过车流降低了后，就已经解除。警方也表示，警官指挥居民的身份都放行，无用伤久的时间。检判时停车场根本也造成塞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新车头代替过台通高雄捷运的连通道，今仔正式启用了。代替是表示讲，本地旧日过年特别启用，因为消防安检才跨到家。民众嘛讲即马唔免个踅路，是加正利便。火车进站立刻刷刷落车。对11开始，民众无论是坐火车来到高雄火车头要搬捷运，也是坐捷运要搬火车，以后拢唔免个避上八路。行这条直通的连通道，会当节省至少5分钟的路程。民众讲，伊期待这条连通道启用已经1、2年，总算是可以等到这一天。今仔日实际来行看卖，确实加正利便，不过有部分需要搁加强。捷运来的时阵吼，拢会去起到一楼大厅嘛。佮就来迄种迄个台铁迄种迄个地下2楼的迄种月台啊，系啊，安尼算来即马安尼开放通车呢，坐要来坐火车叫做方便的啊。可是虽然找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如果可以再更明确一点的指示，这样子在转乘还有大家方面上会更好。代替表示，连通道原底按算旧的过年前要启用，因为消防安检的问题去拖着时间，才会甲大家启用。这段时间，因除了有加强相关路线指示牌以外，也会伫火车顶悬放送。启用的头一天，虽然有看到民众找无路的，不过问题拢无大。代替强调，因会持续关心，若有发现问题，就随改进。阮的列车，若要到高雄站的时阵，请列车长提醒车顶的旅客，你若伫高雄站要转乘高雄捷运的话，请伫第8车的位置，落楼来坐就好啊。有民众专工趁启用的头一天来行看卖，伊讲家己是坐捷运过来的，因为要行来火车头的指示牌做了无够透动，有的伤细致，有的所在打伤偏，还因细节大连，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个改善。记者柯家族柯超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高雄有一个查甫人那亲像啉酒醉跋落去铁枝路，手骨着伤。新北市有一个人，亲像是行路顾看手机啊，无看路，嘛是对月台跋落去铁枝路。这2个事件拢属违反铁路法，相当是拢会当罚5万块。环境到位的时阵，查甫人跋伫离月台115公分的铁枝路顶悬，好在迄时阵无车经过。所幸无大碍，也未影响列车行驶。本件将依铁路法函送裁处。查甫人脱困了后，负责送去调查，发现伊疑似食酒醉，摕落地的物件时阵无细致，跋落铁枝路。警方表示，跳坠铁枝路已经违反铁路法规定，应罚1万以上5万以下。新北市也发生同款的意外，这穿白衫的查甫人行到邦桥火车头外台警戒线，还阁无发现，继续向前行，跋入去铁枝路。发生伫初六暗时6点外，多是下班接放时间。警方表示，拜读挂的介入，也代表这查甫人是擅入铁枝路。本次民众入轨未影响列车通行，远警调阅监视器后，排除外力介入。铁路法规定，路人车鸣亲至铁路路线桥、磅坑内底、甲站区内底非用公众通行的所在，警方调查了后，会将违规者含于交通部铁路局裁处。或者是因为人济，互人扫落铁枝路，或者是疾病等特殊原因，因将影响铁路局来申诉，主管机关会看情形来裁处。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美国的对顶关税就爱阁加上原本的关税，有可能拢会超过20%。有人嘛质疑讲，中央政府是讲了无解清楚。负责带团去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拄啊嘛召开记者会来说明，那么做伙来了解。双方也都肯认谈判有阶段性持续性的进展，也有达成一定的共识。然而未能够在8月1号以前来达成这个协议。那美方
将台湾的对等关税由4月2号公布的32%，那么调降为20%的一个暂时性的税率，是一定程度的来反映了谈判的当前的进展。我国输美的这个贸易值里面我们是美国第6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个涉及美方它正在进行中的232条款的调查。那当时美方在232相关的政策还在持续的这个发展中那双方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持续的沟通232条款相关的议题以及供应链的合作。咱个继续来关心，审计部指出讲，高雄旅运中心爱提供邮轮甲旅行业者来进驻，也毋过招商是不如预期，有真侪空间拢无得使用，是真浪费。高雄港务分公司嘛表示讲，会来调整招商的策略，嘛来开放予一般的商场，还是讲办公室来使用。无邮轮靠岸的时阵，规个旅运中心是空啰嗦真12死。2023年3月使用的旅运中心是亚洲新湾区重要地标，大力分作邮轮旅运设施佮商办空间。审计部的报告讲，商办空间因为招商长期无达到目标，部分老站坑咧起望。停靠的船没有很多啦，你一不多，怎么招商怎么会招得起来？没有经济效益啊。花了那么多的建设在这边啊，那总是有它的效用啊。无旅客通关大厅看起来暗暗无光彩，民众认为邮轮来伤少无人客，当然会影响招商。学者讲，旅运中心招商爱找观光也是霸气业者，才有加倍的效果。它原先的招商好像是以智慧科技创新园区来规划的。那一般来讲，在港口边的很多招商，很多是会跟观光相关的产业，像旅馆卖场、购物中心之类的。这2个方向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到年底为止，高雄港下半年才来30余只邮轮，无到龟山港的一半。学者认为龟山港有首都口的优势，不过高雄港条件甲设施嘛真健全，建议当加包装半日还是1日游的行程，吸引业者带动游客。招商业别必须要符合5G AIoT 的相关产业，范围稍有限制，推动上是比较有挑战的。目前周边多数是没有开发的速地，整体区域活动的人流跟商圈还没有形成，所以业者进驻的诱因略显不足。老站的简介标注6楼是景观餐厅，也未营运。高雄港务分公司表示讲，已经有这种业者伫要进驻部分的楼站，后续会调整招商策略，研究增加一般的商办招商，卖参加交通部的招商大会，来提升招商的成功率。记者综合报道。有300栋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的龙山寺有真侪所在拢会漏水，一寡插头嘛拢变形凹起。文资局今年是公告龙山寺检修工程，也毋过流标第2届招标8月14要开标，庙方是真烦恼讲会无人来标，会去拖着修复的时间。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庙内有侪插头的建筑，但是年久过深，尤其152年起做的拜殿，头前2基维持结构的条仔，半年前开始漏水，加上前一阵仔的大水雨，和涉水的情形愈严重。顶回风台的时阵就漏水的时阵，就知影就是咱正殿的乡的龙边参湖边的迄个条仔拢会受水水来安尼啊。漏水情形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安全所以讲希望讲各界会当咱注意这个问题这个代志会当尽快得到一个解决虽讲文资局今年有公告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但是因为投标厂商无够流标，庙方表示2022年的彩绘修复工程，有文化团体认为得标厂商的八卦塘示范区未修身，引起争议。落尾工程解约，停工较紧，庙方嘛烦恼，因为进前的彩绘争议影响厂商投标意愿，牵着修复的时间。希望公众体会龙山寺的困境啦留言伤过头多关心伤过多其实对龙山寺嘛不是讲足好的帮助啦。维持这个整个大环境就是说缺工缺料，但因为龙山寺它是一个很复杂、符合相关规定的营造厂的资格，家数本来就不是很多。我们现在也还是在积极的邀标中。文资局表示，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会针对厝顶漏水、插头建筑、壁道受损，佮排水系统这类问题来处理。目前正在进行第2届的招标，嘛会积极协调，邀请厂商来投标，希望会当伫年底进前顺利发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教育部统计指出，讲高中小学生4个人都有一个伤过大考。国民健康署甲教育部嘛合作，要来教囡仔，除了运动嘛爱食好健康，嘛呼吁家长都爱陪囡仔做伙来培养健康的好习惯，避免伤过大考去得到慢性病。台湾学生体重过重甲大考的盛行率是亚洲排头名。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湾国小学生体重伤过大考的盛行率是23.8%，高中生是28.6%，平均4个学生内底就有一个伤过大考。所以国健署甲教育部联手推动儿童健康体位计划，要结合运动、食食甲合作3个重点来做。我们希望父母能够以家庭就是以身作则，然后去了解营养的概念，然后能够教导孩子怎么样吃得更营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家长如果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动起来其实不仅是小孩可以从父母身上学到运动的这个习惯，是一个终身的习惯。医生甲专家表示，若免避免儿童大考，有健康的生活，真正需要家长甲学校互相配合。医生强调，真侪囡仔细汉大考，到大汉也是大考，囡仔未来会得到糖尿病、高血压这寡慢性病的几率，恐惊会增加，嘛会影响到免疫力。孩子小时候胖，长大胖，结果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这些都是会陆续影响，甚至于说肥胖也跟免疫力有关。国健署提醒家长，若是要知影囡仔敢有符合健康体位的标准，就要透过 BMI 的指数来评估。嘛强调，囡仔若是要培养好的习惯，真正需要家长的陪伴，会当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加去运动，加食菜。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南投县政府伫第3届南投县第2间精神障碍者的据点，和精神障碍者做伙工作、做伙生活因为头一间办理的效果是真好，加强服务50来人，平常时是有13个人的固定参加所以未来还阁继续办理。选日式炒面大家做伙讨论中岛的菜单，并且分工工课。这是南投县第1间精神障碍者合作模式据点自由会所，因伫遮生活会互相合作，摒扫会所内底环境，做文书的工课。上重要的是，大家伫遮拢会开讲，互相提供心内支持。跟会员之间的相处，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可以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另外一个家。自由会所目前服务56位精神障碍者，当中有13位是长期稳定咧参与。成员组成先定位，会所服务的人数莫伤济，品质才会好。承办会所的南投县康复之友协会，嘛希望县府投入偌济资源，因为目前会员是用爱心卡坐车，一个月1000块的补助若用了，就无法度来会所。会员数不用收得多，就是可以让职员更了解会员所需要的东西。身障证明是可以有一个爱心卡1000块的部分，那使用完毕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过来会所，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南投县政府表示，未来嘛会想办法找主线单位，让精神障碍者会当稳定参与据点活动。阮会积极来媒合业者来观察来反映中央来看捌的那会当来缩小迄个会员数，对于服务品质可能有较有帮助。因为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第1间会所服务效果不止南投县府嘛伫第3成立第2间据点合作地方会所。南投县府表示，等第2间营运稳定了后，未来嘛规划伫南投市或者是民间乡，各成增加1间服务精神障碍者顺利伫社区生活。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后来垦丁那游客真济，阁有几10班的正水港仔妈妈准备要去海底放卵也毋过，这座放卵的路程，定定会造成真济性命的损伤。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伫生团的高峰期，初8到初10这3天都来进行交通管制，互送200只的港仔过车路，平安去海底放卵。车拢暂时停伫路边，志工举牌宣导，这是恒春往垦丁的大条路第26号。逐年旧历6月到10月是垦丁正水港仔生团的高峰期，尤其是15月1日数量上济。因为前几年落雪的状况严重，影响到港仔的数量，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只好进行管制，避免落雪搁发生。三交湾那一区的毛竹这个物种，它
应该是全台湾的它抱卵体型是最小的。这个就是一个警讯了。这个时段是只是针对毛图这个物种去做设计的因为这个物种它体型最大，然后它最容易观察到，所以长期以来它的数据，它的那个迁徙的周期最完整，它在哪个时间点最多，大概都很清楚。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对8月开始，伫台26线金石湾到沙岛路段展开3摆的管制。交通管制伫旧历6月至8月15、16、17 3天暗时实施封路，10分钟通行1摆，缩减外车道。8月这3天，就护送201只公仔妈妈安全过路，互因顺利到海底放卵。这3天大致上都是算顺畅，也谢谢居民还有游客的配合。那这3天的成果有护送的201只毛主岩啄蟹的抱卵母蟹到海边去试幼。自从设置的护蟹廊道之后，从原来的7、8成陆沙粒降为现在的2成的陆沙粒。除了交通管制，管理处嘛呼吁民众，若有看到警示的路牌，驶车就爱减速，提供这追公仔一条安全的路。伊嘛讲，若发现有人偷掠公仔，也是破坏车地，也爱通报警方，大家做伙守护海岸每一条生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嘉义县政府今年台语季的活动，是招大家落草来了解七仔正做白米的过程哦。嘛，教民众一寡相关的台语词甲俗言，那么做伙来了解。旧年是个七仔脚当做岛民的色水来创作，参加嘉义县台语季活动的大人甲囡仔，来到鹿草乡的产地。除了要认捌七仔的相关知识，嘛要为这当中来学习台语。会准备一寡台语的俗语，交米有关系台语的一寡历史语，要叫民众扭紧这个距离，大家知影讲，咱米是安怎辛苦种出来，一粒米会当生出，咱种出来时一撮七仔会当生出偌济米。除了学习七仔的生长知识，课程嘛有安排食食的体验，互上课的民众用家己的手甲嘴来感受在地的食材。主办单位表示，透过台语浸水式的体验课程，互民众在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感受功夫到厝要食到有的一人精神。我是台北人，然后其实本身不太会讲台语，但是阮爸爸妈妈都会讲台语，所以常常去互人笑。来这边的话，就加减听一个，加减学一个安尼。我感觉讲这台语课真赞啊，互大家学台语，佫会当有佚佗，佫有迄 DIY 实际落去食物件，体验着因这农民所做出来的迄个种出来的米。嘉义县政府文管局表示，这届台语季的活动用在地食食作主题，透过囡仔教育行读甲工作坊的方式，计用70场的活动，要让台语季除了有语言推广，嘛会当来传承在地文化甲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